来，进来。这儿。说话了，我不需要这个。我只需要你给我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声的叫，叫的越大声越逼真，越投入越好。没其他的了？没了。那还不简单？这钱。开始吧。停！
别收拾了，回头我给你弄好，送到你家去。消消气儿，我送你回家吧。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。哦，哎，晚上跟老胡他们约好的局，你可别忘了，我已经定了。今天晚上我就不去了。哎，已经约好了，可不能反悔。就这么定了。再说啊，也让你轻松轻松。吴总，咱们的意向合同都签了，董事长那儿不会有什么变化吧？哎呀，这月要阴晴圆缺呀，董事长怎么想，嘿，我又怎么揣测得到呢？啊，我们多么诚恳地约董事长出来坐坐，他就是不肯，去办公室也见不到人影，这明显是躲我们嘛！你可得一定给帮帮忙。哎呀，这年头我都自身难保啊，我又能干什么呀？啊？吴总，如果我们公司呢有什么做的不好的，你们可以尽量的提出来，我们改，啊。但是你看，咱们现在把意向合同已经签了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什么变故的话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我就给你交个实底儿吧。董事会有很多股东都不看好这个项目，但董事长呢一直坚持。现在董事长都不坚持了，自然会有人站出来提反对意见。哎呀，明白了吗？啊？咱不谈工作，今天就是喝酒聊天，然后咱们再去放松一下。好酒。来，来。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，我现在就想着是怎么把这个公司给搞好。唐敏熙不跟进这件事儿，这不是等着早晚黄摊吗？不仅你需要敏熙，我们的公司也需要敏熙。只要敏熙在，他老爹的资金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我们的公司啊！你不能再像那些愣头青一样重新创业一遍吧？30几岁的人了，还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啊？这种能让我们大展宏图的机会，难道我们要放弃吗？难道你还相信那种只要有梦想，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童话？
这项目这么下马了，总得给公司人有个交代吧？怎么交代？怎么解释？就说你为了你的今生挚爱，把唐敏熙这棵摇钱树给摇飞了。甭解释，群众绝对会相信你就是新时代陈世美败走麦城的人物典范。你说的没错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个结果。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逸轩，我得向你坦白一件事儿。如果你能原谅哥们儿，那咱们还是铁磁；如果你不能原谅，干嘛呀？有什么话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我知道纸里包不住火，你早晚会知道。